都在抖啾啾，用了地不会都可能吓人霉。他有可能在干扰我们哦。哎，为葡萄叔叔样，因为变态哈。哎，为碰伊来上街的，我哋碰你拍上样。为什么跟红变玫瑰金的颜色啊？系啊，比较有那种 iPhone 的感觉。Q 妹爱讲 ，Q 梅是 Q 梅呢？舅妈，被你发现我们的亲戚关系。跟我说，你有问过老师吗？老实说，哇，很厉害。换你说，有没有问你？我啊，还是本来是在去讲好挑食啊。老师，哎，中奖呢？找我一点。他一直在着火。摸佛啊！你们是客家在地的那种冷冻店。哎，对。那找你的话，不会好便宜吗？便宜对，免钱。这样子，来，大家都报我的名字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所有現場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大家民主。太中白票。今日當歡喜哦，TC 規 T 擺來到也新埔嘅太毛埔3年共也特別，最主要也特別擺馬街麼？哎呦，同觀眾朋友你哋還記得麼？三觀太低啦，三觀太低哈，做啲報導吼，大家太豐收，你就是傳太天。對對對。你都講到新埔王地最有名係乜地麼？新埔哦，也特別就係動態嘅客家莊，而且也特別有一間動態嘅移民廟。哎呦！不過唔單止咁樣哦，大家大擺來到新埔嘅書街咯，聽說係板條。不過我睇少嘅一件凍蟲然後東西本大家堂，就係水梨。水梨耶！你睇呢個水梨凍有名哦。啊，可是你旁邊站的是水梨女王哎。哦。她在水梨的俊吹嘅部分哈。喂。唔，我啱啱講，你一片水梨哦，有名到乜地方？它有神農梨之稱。真的哦。它還盛名遠播到韓國，所以有個地方叫梨泰院。不好笑，不好笑。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？可以有一集不要講笑話。啊，可我預告你，可能下2集會有一個笑話。好，馬上呢，你就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炳哥你好，再過來分享到係劉謝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謝玲。阿林姐你好。他才是三板珠喺水里嘅。沒啦。冇腔樣啦，菜地嘅土質，然後那片嘅土質，冇腔樣。種出來嘅冇腔樣。種出來他們店家講散飯水里最強最厲害。整運動好食。係啦。運動好食啦。整運散飯。不說三板嘅夏末嘅皮膚都凍僵。對啊。都水水的。你看啊，凍用，哎呦，一攤開咯，誇張了。好，馬上嚟分享到今日嘅潛水集。好。佢都好係阿北妹同春嘅鄉下來比賽哦。分享到潮熱之老爺哩。哎呀！感情很好咧哦。哎，這是新埔的特產。嘿。愛笑的眼睛。哎，真緊哦。你看一下，那是竹北嘅鐵神啊，喂。表兄弟懂啦哈。榮總聽到祝聰好，崇常好。哎呀，啊你看，佢兩隻凍後生哦，係咁講。那個兩位係出世，非常後生，非常優秀嘅，出自於誰之手？師承於誰？阿斌師傅。哦，阿斌師傅好生誒。先問一下風吹兩片新埔哈。請教一下兩個講什麼嘢哦？都新埔也特別有推薦乜嘅好搞好料嘅冇咧？九孔夫綠色隧道。哦，真嘅哦。這附近還有個黃花風鈴木。佢係乜嘅時節會開？4年到6年。哦，4到6年，一天嘅時節。係。平常是會去嘅散步嗎？會哦，該老愛阿妹去哦。感情都好哎。下一次真的，我們希望啦，我們這來拍攝也可以做得去行撩一下。你確定？收工就累了啦。係啊，6日4日差唔多嘅。好啦，不過我們單講新埔兩片就好高嘅收藏，然後睇下講竹北兩片每日加嘉年華而推薦不抬價。當年竹北暑假都會辦理新月沙灣的音樂活動，然後它會分2年，一天是淨灘，第2天是演唱會。哎呦，演唱會哦！對，當年都動到人類。個嘉年會啊，個演唱會要繞場咪夠數來嘛。哦，動到。新月沙灣海洋嘉年華是。係啊，冇咁錯。所以繞場抬價做啲有啲後生人啦，有那種音樂季啊，做啲蹦乜酒啊、糖酒哦。那你可以去嗎？喝酒就不行，因為我還沒滿18歲。好，好，馬上就來聽好體育館嘅挑戰。
料理大屌絲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又到亞冠呢，各組拿出不卡嘅秘密武器，馬上來進行亞冠嘅挑戰。想問看馮翠，拿得兩個係乜嘅咧？客家 Q 妹，客家 Q 妹聽起來很像是一個很 Q 的妹妹，這樣，對 ，Q 妹這樣。好 ，Q 妹，QQ 的妹啦，哈，這做的嗎？係，自家都嘅。看下嘅色啦，暗層拍標誒，要幾下年咯？一年有4江年咯。哦。咁今日我拿下嘅客家 Q 妹啊，拿來做乜嘅料理咧？甜到心肝肚，甜到心肝肚。用家利用它嘅小容瓊容啦。對，而且要讓大家在這種暗夜的甜食地度做得涼又個甜到心肝肚去啊！這樣嚟 P 下好嗎？可以下，可以啊！你看人家妹動態啲不？璇姐看咗第一啊，第一名。穿過咧，唔可以穿轉移嘅哦。哎呀，排泄剛嚟頭上好了，馮翠今日要帶來一出料理，按到甜到心肝肚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我看看一下，咱處理一片非常後生嘅兩種布士，今日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東西？鹿香瓜。鹿香瓜，我是談過鹿凍瓜，唔是談過鹿香瓜呢。我看佢凍厲害哦！哪裡啊？鹿香瓜做乜嘅料理咧？挑夫腦心秀髮精，挑夫腦心秀髮精，非常抗炎多功嘅一道菜呢。哦，老師在現場應該動緊張哈。不會，你看他們額頭上的汗，應該就知道。哦，不過唐公寮香瓜哦，和阿公哦，親自我來舉頭。親自指導的，哇！阿公的味道，今天我加油就醒醒冇，有好加油！好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球隊開始咯哈！說真的，一定3人都好高，我剛才看，一個是冠軍，一個亞軍呢。冠軍跟亞軍可以一起組隊，很不容易。哎呀，通常是敵人呢。對啊。切家又要先來咯。係啦。冇嗰啲嘢見交機未摸好。對啊，就像主持人一次，切家有型啦。一直說他胖，一直說他胖，沒摸好。哎呀，你也馬殺的。好了，來。哦，鳳梨呢？甜到心肝肚嘅部分，甜嘅部分就要對鳳梨來，係冇？係。本身係做埋條路啊。我愛送飯。送飯啊，那這樣應該是辦公室之花哦。謝謝你，好會講話。哦，當然。羨慕你。佢啊係用鳳梨來滷呀嘅，唔用誒。但肉質會變得比較軟嗎？係啊，變酵素。哦，所以有點是那種含酸甜，哎呀，含酸甜沒有？等一下，這個 Q 妹嘅部分係最不面用誒，攞佢淋醬料落去啊，係要一起滷嗎？上次白肉加師傅佢講吼，假使我拿來做梅啊，呢個要做油，用到地背都可能黑面梅。他有可能在干擾我們哦。唔係，堂是好嘞。你有冇嫌馮子嘅某功法還好嗎？還好哈。不能因為看我這麼近就害羞。對，沒有，就覺得氣場不對啦。有沒有準備要出料理拍上嘅依句嘅哈？係啦。聯繫的，因為他現在很熟練所有的動作。好，咁而家就先準備一下，大家個都準了。好，小心火哦，踩水要準。哇！你片做嘛嘅？這是在泡茶酸甘茶嗎？高湯。好，煮高湯，先放下去。來到台下講重點係兩步，看一下左手邊的重效。哇！給你會走滿地嗎？看得出來嗎？你不要影響我。豆腐絲嗎？沒有。文思豆腐。文思豆腐到底係嘛嘅？就係豆腐花，煎落去嘅時間叫為開花喲。哇！你都一定要派最強的來哈。沒有，他們自己報名的。所以個學搞地背讀名就教愛用個豆發題嗎？冇，自己偷學的。對。幾多歲啊？我們18歲。18歲就很厲害。跟你差唔多。18歲就很厲害。夠中3年線啦哈。升大一。天哪，那是珊瑚嗎？這個要很手巧哎。好厲害哦。
太厉害了！我现在看到什么画面呢？所以那时候比这个冠军就是用这个文思豆腐嘛，对，就是用这个魔拐。他们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，拿出杀手锏这样子。录用挂，等一下不你煮都痛出来是吗？哦，就是等下先试喝它的味道，看有憨吗？摸憨啊，一点点盐巴。摸憨就约下一次啊。可以哦。唐公个冲好哦，基本蛋厂所重串动力好，它的甜点也是一级棒棒一级棒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最厉害的是什么？很抱歉，他做的都很厉害。好，我们先过去一下，等下过多就来了哈。好。哇！那做的这下夹胸胖了是嘞。你有整个眼好看哦。对啊，雪玲姐，你忙是走嘛哦？忙是走嘞。厉害，这叫笨蹦胸胖身哦。好香哦！你还用凤梨嘞，用凤梨。凤梨要比草豆对不对？再加水，对。哦，你翕是吗？嘿。哦，改片个酱没挑好嘞。你爱Q梅爱酱。Q梅。哦 Q梅是 Q梅呢？舅妈。那是舅妈。Q梅。被你发现我们的亲戚关系了。你还是跟雪玲姐多学一点海陆吧。哎呀。这个一定好吃。而且也可以听懂开皮，也可以种皮来洗发，基本吃到头白米汤，凤梨炒木米。哎呀，这个加上炒煮鱼啦，炒煮鱼嘛。炒煮鱼。哦。有咧咁改良，就已经感觉。头摆冇加木米吗？有啊。就经典嘛。我讲喺阿美讲，老街米翅木咪当好食。哦，真嘅哦。你昨天炒虾咩？嘿，米翅木咸甜。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差不多会后哎，我们这边差不多了，好，太棒了，好，凤梨，哎呦，天衣雷发，我们每次走过来都是，你会觉得刚才有一种即视感吗？有，刚才是不是走过来一样的状态？好像那个什么鬼打枪，而且那边也是长一样哎，所以为什么要走龙雷发？等下。吃不够啦！你是知道今天我会吃2碗哈，因为人家空挑冻好，人家蛋肠用皮的都该香梅嘞。可是等一下黑宝挑不用落去，各位汤倒进去就好了。哦，喝起来甘甜。这个阿公亲自教他们做的。说真的，男生18岁可以做料理做成这样，前途无量哎。毕师傅，你系冲几多岁开始可以做菜啊？哎呀，差不多15岁左右吧。那变了哦，为什么跟婆婆变玫瑰金的颜色啊？对啊，比较有那种 iPhone 的感觉。我妈上次来做节目啊，也是切豆腐，跟你切的很像，但是泡到水里全烂这样。切个酸辣汤的都不死啦，因为我讲啦。你帮他讲话的。哦。什么意思？不会掉的。过滤，把它杂质先过掉，等下是清澈的汤，清澈的汤。就比赛的时候，要用注意动作的小细节啊。所以该用洗去比赛，咪系强用俩头菜，系咪哦？还有抚摸熏洗发菌啊。哇，我们吃到冠军菜耶！我的表染了哦。哇，有一种宫廷菜的感觉。好，那差不多了，你来倒数喽。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呐，各家的美食，哪一组较赞的哦。其实呢，我所有的关卡里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关，因为这一道菜呢都是大家有备而来的。好，你先来吃看风吹呀个嘿甜到呀个心关度是吗？那来吃看。来。哇，呀做米头啊，这个讲一天来吃的吧，轻度吼，当改开皮，而且呢，它那个 Q 梅黏米耶，刚有先用凤梨了给抓腌一下，鼓手用，吃了较 Q。它嫩啊呢，已經要甜到心肝肚。真嘅呢，甜到心肝肚，这种现在吃到这种酸甜的含酸甜的米头都是天然的味道。哎呀，我吃到个凤梨吼，冻甜的，不过个
Q 妹嘅梅头，唔系 cam 过去哦，他们的味道各自都有出来，非常厉害。跟用好因为酸酸甜，慢慢动好选，酸甜酸甜，有甜到心里的感觉吗？哇，你看是强烈的哈。第一下攞一碗食一下蓝水的鸦片嘅豆腐魔熏小发菌。其实我本来料都给不懂，穷给我们这个吃一来很清爽哎，对对，穷是的有一点点微咸的豆腐法，因为给豆腐按用切过还有那种嫩嫩的，切工好强，很强哦，这都懂油葱的鲜的用的安哦，蓝水嘅老太自己都公款，没有到练习的时候那么好。怎么说？太紧张。太紧张？不会啦。我觉得做的不错啊，因为cái thông theo cái下芒食嘅需要，但想用皮嘅香味是出来的。然后尤其是你的刀工是这一道菜的灵魂呐，最后给自己一个拉分的机会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因为冇力图啊！哦，唔过我除到基隆沙成料头才冻厉害，因为冻轻松，虽然今日很热天，我个煮的汤吼很清爽，非常好啉。等一下就要来看一下师傅都要用半评分咯。今早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位，先请阿斌师傅抢分数。好，蓝水一分，大家看一下阿西林抢分数。耶！阿斌哥抢公平。好，他每种应该会那冻到东西来煮了会痛。好，但是佢用了挂后，觉得亦不错，清淡啦，口味不错。第二梅头的部分可能好冲一点点咧，崩盘就得啦。但是可能就会好冲一点。其实两片穿有国家自家的梅头，穿以后。第一下换谢林先生来讲。我先讲伢冠军呢，伢冠军呢，是比赛家就安尼那呢揣出来比做得啦。我恁今日迄点到哪一点就系，你煮挂该时间，唔好用切的这样来煮挂米线。安尼唔拿葱，挂的系要切过来煮会出面，个面是就会下香，因为香味冒出来。讲出咧，你今日的面是冻搭，含酸甜的面是冻搭，有适度嘅猪肉嘅一啲啲咧，有个香味啊。有时你猪肉切中太低，系二摆安尼的面，安尼的菜啊，吼，唔来全部切到差唔多啦。那米是真运动搭，就啲你凤吹米头应该系冻夹，而且连煮嘅米头，嘿，哦，也含酸甜的米是迄你故做的米头啊，嘿，好，唔怕呀，条前体育馆呢，各组都会得到1分。稍下落来看一下今日阿斌师傅带来乜嘅好料理，我来老太自家分享哦。日出开菜，耶耶耶！好，又到阿斌师傅的变料理的时间，今日带来了出菜名系嘛咧？应该做的是芥肉糌叉油沙沙。哦，沙沙系嘛个？沙沙酱是新的女朋友吧？没啦没，沙沙酱啊，沙沙酱是一般嗰啲用토마토好多，今日还有加其他水果，有凤梨，有奇异果。哦，马豆，还有香菜儿，哦，因为日本嘅石木，其实是石木，其他是梅头，我就穿涂了酸甜的那种的水果来做了酱料的部分。啊，芥肉糌，好这鸡胸肉，我们把它切碎了，好这还有这一点太白粉，好了苦茶油，有蒜泥，啊了是等下泼了锅巴。哦，请问这个七嘎粥呀，弄不有卖一片粥哦？卖一片呢，嘿。弄不有卖？有卖，真的哦。这样子有嘞。其实俩冻便宜啊。现在有卖这种哦。你电锅不要就是忘记拿出来，它就变锅巴啦。嘿啦，每样伊未做得啦，好。给嘛该？要蒜泥。哦。其实有物件你分类了就吹了去自家种梅头嘞。系啊。所以调味唔是很多，一点点是做得嘞。染系吗？系一点点染做嘞。哦。因为用一点点染咪分了诶水果吹点点水啦。师傅，我都我不学个沙沙酱，冇用凤梨咯，奇异果呢？系啊，因为一般人看到有葱头，还有토마토好多样的。这是不是有点像夏威夷饭？配口。用个水果，那啲热天吼，
好开胃啦。哦，所以水果没做得玩其他的哈。玩其他，因为人家丰盛啊，你热天有咧嘛。榴莲，丰盛有丰盛。真的超爱榴莲，榴莲粉丝呢？对啊。好咧，叉油。哦，这个还没放个薯片也可以。没做对啦。有点个个多利多大概种薯片啊，墨西哥饼没做对嘛？做对。要因酱料变化没动到啦，你会讲煎只盖排啊、鸡排啊，那个盖牛啊，好煎个猪排，跳应该猪牛。渐渐的变滴滴还没做的，很开胃。秋月姐，你走这个老人照护中心又不给走那种沙沙酱吗？很少用这个啦。哦。好，有没有打算用咯？你还有咧甜地粉，会做染呐哈。染，好用一点点调味料。这个调味可能是款起价了哈。你这一点调味做咧，因为你等下含有酱料的味道，所以在。干油但是不给点点有咸是做的嘞，因为干这边有咸咧，胸部肉是没含到油脂，这边是好健康、好清淡的那个料理。师傅，这油温大概是要落在多少？哪一个？油温对。大锅包一直操作180度到200度，温度要稍微高一点，它才炸得开。对，炸到酥酥会破到酥酥样。破到酥酥。因为变态哈。会碰起来，上街我哋碰鱼汤同样。该插油走在本，该哪个印加果油、橄榄油之类的。预算比较多的话，没做得，没做得。没做得本。今日做乜嘅不先副叉油啊？又不，依家好，要香梅啦，香梅师傅，该用做得本哈音吗？没做得啦，没做得。可以做成这个馅料的，原则上都没什么问题。都可以，就如果你要，因为讲你做菜没有豆腐啊，没做豆腐啊、豆皮啊，那都没做得啦。豆腐、豆皮没做得啦。有一个东西不行啦，榴莲。哦，係。榴莲不行啦。它係可能是會高高啦。呢條雪夢嘅。榴蓮是740好嘞啦，係啦。哎，呢條變色是做得係嗎？你啊，唔是油是哪來煎哦？你跳下就叫個呀，叉油啦。哦，基本。地位又油啊，地位又油嘞。好改時間佢變來變去哦。為什麼跟用免送色啦？變玫瑰金的顏色啊？係啊，比較有那種 iPhone 的感覺。凍醬呢，因為金本性本來係白色嘅，那這個假設金破落去咧，會就無啦啦。無啦啦。要冇調罩着，哎啲油。哎，像兩位那個小廚師啊，用那緩辣做購買料理嗎？有做银絲蝦，银絲蝦就是面線，要一邊唱詩，讓面線爆哈貢，面線爆哈貢。前面是不是有跟你說一集不要講笑話？有一個上限，對不對？對，最多一個。超過了。這個是放在上面嗎？面線？不是，面線就是冷凍面線，有一種賣冷凍面線，爆哈貢。爆哎，然后上面撒千島醬，然后底下點鍋巴，吃起來就是又脆又嫩，因為蝦子嫩嫩的。凍厲害。這很像那個有沒有早餐店的豬肉排？係啊，那是不是要用木柴撈去壓一下？唔是，因為你鍋巴咧冇凍太地啊。哦，那個是鋪底用的。係啊，可以吃啊。再嚟拿起來食。你買轉那個須知是幾時讓你切好咧哦？切好咧啊，真處理好咧。啊，謝你記啊，給潘總拿了做嘅有冇狼盤啊？要嗎？沒有，那種醬誒吼。你今晚不沒還要轉去潘總？哦，你等下來轉去。來轉去啊！係啊係啊，不是等下錄完還有酒桌。係啊，該去裝作一地數啊。沒，給全部撈給弄到油油誒。對。師傅，該丸子唔是不用調油。唔是，因為你又不用調油，這樣我們好香，但是好不會抽破爛。又不用調油，煎是會好不會抽破爛。對，冇免冇強用。哎呀，看張媽就知道。跟我說，你有問過老師嗎？老師說冇哎。哇，很厲害。你說，有沒有問你？我啊，還是本來是喺佢講。好調戲啊！老師，基本功才能顯出他們的程度，真的很厲害。對啊，所以你沒有辦法加入任何比賽。我從來沒有想說走這條路啊。對。我媽上次來做節目啊，也是切豆腐，哎，跟你切得很像，但是拋到水裡全爛這樣。
冇群众。应该会切个酸辣汤的提不死啦，因为我讲啦。你帮他讲话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关于内面有点像干贝啦哈。有哦。哦，你酱料准备好了，拎上去。这酱感觉超好吃。其實做沙沙醬唔係咁困難呢，吼。會啊，唔會啊。而且有些人他們不用酪梨落去啊。沒有做酪梨嘅，有另個沒有應用。師傅，那請問一下，水梨做得嗎？水梨沒做得。哦，哎呦，進步也係散飯嘅水梨。1:1比例。我剛才聽成血淋走的嗎？血淋沒走的啦。走的啦，它是大家的菜呢，哈。天菜。會免封啦。啊，這有加鹽蟹落去就動香了。係啊，沙沙醬好像已經挺會香菜哈。係啲香菜。來，在學校吃得到老師自己做的嗎？是的。那等一下就不要吃了啊。好。醬油蛋、叉腰、沙沙。按鈕之後塞咯。师傅带来了出料理，看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家 DIY 看看哦。那个鸡肉盐、茶油沙沙，看下吃吃看呐。好，你好选哦。做的。整个吃下去啊！一口吃，一口吃。男明星就是这么不顾形象哈。好好吃哦！它的口感真给懂得种边巴，看起来看就低耶，孬不？那个有冇秘藏的部分，都俗称又盐又加冻润，最主要是灵魂的沙沙酱。顺甜的。加酱不加价吧？加酱不加价。好，那个酱好好吃咯，口感很好，好脆哦。它没有因为沾了沙沙酱软软，对，摸扭扭还这哈。冻好吃，又酸又甜，夏天这样吃很开胃，很清爽的。韓國因為用嘅係香布牛。所以假設想要揀配嘅朋友吼，你一塗出非常嘅搭，因為你看水果美酒咧，唔會凍油，還冇甜分，你看凍好食，又那個叉油的味，嘅血淋阿姐，熱天咧是凍搭啦，因為佢凍清爽，對我來講按叫是輕食啊哈。哦，做得人家專業做得用嚟做輕食。係啊，緊血緊好食咧。飲食影響。你看阿斌師傅的笑容哦，孔起來咧。阿斌師傅真的很厲害，而且剛剛呢精髓就是給沙沙醬。觀眾朋友有看到嘅話 ，TVB 從按用按捏的甜食哦，都不卡地度。不過你係沒有減壓嘅肉鹽啊吼，幫佢變嘅咩動作答案呢？頭前呢1:1，馬上就會進行最杯米一關的挑戰。百變料理王。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關唔但將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內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來看一下今日主題嘅食材啦哈。打開來先老大家講哦，非常空田嘅食材哦，好，來就係白肉苦瓜。哇哦！我非常喜歡吃苦瓜係啊，因為喺地背度嘅，譬如講維他命 C 啊、膳食纖維啊、下豆啊，所以佢對細妹來講啊，養顏美容必上吼50塊美金。你這樣吃多一點呢？你的照片跟本人的落差哈，有一些太。那你會發現處理就唔是夠，然後你修圖，你這個推，把這個拉。我每次看到想說女明星都沒這樣子。你打埋 po 文係虛節咯，打分鐘哦，可能哦10分鐘出頭咧。對。跟修圖最少會1點鐘。我真的要抗議一下，上半個老伯前 Q 他主持啊，他就是我們傳照片給他，因為他傳回來就他修他自己，修完之後就說沒啊，我不用修，是不是？因為你本身是動將啊，你是客家女神呢。人在修哈，後製再看。好啦，講轉來啦，那你朋友苦瓜做埋料理啦，變化。師傅你知道咧？我最後嘅調豉。啊？哦，用調豉來炒。調豉咧炒苦瓜，那綜合它的苦味嘛。凍乾梅。那個很棒，懂吧？不用問你，問大師啊。台式來。係啱問啊，炒卜菜。哦，點解會凍針菜啊？炒卜菜為乾米，因為苦乾嘅凍好食。哦，我有想法。來，搓冰。不一樣。
唔過呢，你擺上排樣啲嘛，老記先濕，看咩唔是濕啦，上嘅過，老記去調理機有冇？打做用過後啊，哈，攞一些檸檬，然後把它做成綿綿冰。對，到頭來還沒變。我以為雪梨有一個苦瓜雪花冰。對，那種感覺真的很退火啊。對，張媽媽都會講，看到個苦瓜，就是中間挖掉啊，不用肉爛，就是那種。那個就會最厲害㗎。經典啊，很經典的料理了。哦。所以今年看有一種世代交戰哦。媽媽的妹是對戰嘅要比賽嘅經驗嘅，到底他們會變出乜嘅新嘅變化咧？冇錯，接下來馬上就來看一下哪樣嘅胖油苦瓜就變出乜嘅料理咯。觀眾朋友，你想好食嘛？胖油苦瓜，你要變出乜嘅創意料理咧？馮翠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八塊富貴。哦，呢個料理有乜嘅故事啊？其實，佢當場嘅布啊煎餅。哦，用苦瓜來做煎餅啊！是啊，糖嘅菜名就啲，呢隻菜啊，已經當醬。係啊，記得盡緊當用心嘅，你看提咗套菜係甜到性貫肚，顧到心情，你看兩下顧到那個口袋啦，大口嘅富貴，真的用心。好，馮翠最後面一關咯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好，加油！所以看下藍翠嘅一片吼，小鮮肉煮出，今日會用嘅苦瓜來做嘅料理，溫度脆又豐勁。哇，這邊也是又做得算錢呢，哈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哋可以洗走咯。其實哦，苦瓜耳邊料理應該講懂家常，可是它有創意，冇咁簡單。對，錯。個重點就係攞苦瓜嘅苦味哦，我按創。你今天會很為難嗎？嗯，會。會。對啊，身為老師，還是你就棄權？喂，棄權。我們就交給我們評審長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真係看幾多創意好咧。他今我跑係嘛？哦，是這樣一跑哦。我等下跑到啪啪嘅。再多一點。別忘了，他是副主廚。可能求出夫婦嘅機會，記得有重點，因為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你一定沒有吃，對不對？我是吃甜的，香豆亞性貫肚。這個我對煎餅嘅時間會不會遇到一樣問題，就是說水分太多？哦，姐姐你要想說要怎麼處理嗎？主要是蛋跟麵粉，因為原理是撈開鋪嘅強用。鋪誒咪出水，阿基也用鹽滷，啲水該浮水啊，用佢出來。亞玲姐，人家款係賣款啊？中筋麵粉，水要做乜嘅？燙過，我先濕過喎，吼。啊，個鳳梨嘅豆咧，鳳梨等下會調個醬，鹹甜嘅。古時候呀，個煎餅地度就係苦瓜，係。其實記得倆想法都聰明啊，因為就有小朋友盡經唔敢學苦瓜，係。你只要一跟他講有苦瓜，不管幾好選就唔會選，但是等下你用了也不地步也是看唔出來的。對，就剛剛說大阪燒來咯。哎，我阿妹佢發明嘅。你這個發明的哦。係啊，佢是度長照族，啊叫佢變化。係啊。佢當有心哦，佢對長照嘅長輩當好。係啊。因為想，根本佢學倆，高粱葉是乜嘅？你係時節乜嘅菜？我係變乜嘅菜？阿佢自家又種菜，啊又學芥，啊又嫩。我們常說做菜地都不用乜嘅，不用愛。這個就是重點。自家開菜單。對，學生要有挫折才會成長。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真的哦，對不對？那你要去看挫折了嗎？對。所以看下好，我們等下個動作來了哈。老太啊，老太，愛啷講，該下人家民主阿姐哦。他說他很期待你們的表現。對啊。對啊。真的刀工很厲害呢。真的。你看左邊那個切都，那個是什麼蔥哦？那是蒜苗，蒜苗。哇！可是它先對半折是嗎？對，因為對半折還好切。他們兩個用它切的畫面好壯觀哦。切到泡泡哈，等一下口感不就凍火哈？脆脆的。但是我兩套菜哈，看起來凍到嘅雪菜係冇上到嘅。我們可不可以簡單嚟撈大家紹介一下，今年做幾個菜雪菜啊？因為我們結合在地嘅信州嘅米粉啊，米粉、番軟苦瓜嘅炒法，加豆腐乳、
哦，又甜又憨，嘿，算是很有创意。就跟我说，你有问过老师吗？老实说，冇哎。哇，很厉害。你说，有没有问你？哇，那是本来是喺佢講頭條事啊。老師，你看這個想法哦，哎，很厲害，比較創新呐。光是食材就很創新。哎，我們這一段過來又是看他們表演刀工了。基本上哈，我們這一集吉良さん你看到最多哎，不是廚藝，是刀工。但是基本功才能顯出他們的程度，真的很厲害。所以。你沒有辦法加入任何比賽。我從來沒有想說走這條路啊。對，就好。哦，啊，等下嘅招服喺哪裡？鋪掛。這會爆炸吧？唔會。水分凍到誒。唔會。你這個油啦嗎？好夠啲啦，哎呀，好大。老師，你是不是會忍不住胸誒？媽呀！誒，就聽人滿意嗬。因為今年因為攞冠軍來強下比賽啊，因為我們剛剛私底下在討論，一般來講，吉良xã冠軍攞亞軍，通常是敵對的呀。都想要來比嘛。哦，想說找第3名又不好這樣子。但是邊卡台。我會上台嗎？老師，忍住，忍住。我發現老師一種習慣，就是你想罵人的時候，想要委婉一點就變問句，其實你就是火太大了啦，這樣對不對？哎，凍醬呢？高溫一點，高一點，他一直在着火，摸槍，摸火啊！你們是客家在地的那種甜凍店嗎？哎，對。那找你的話，不會很便宜嗎？便宜嘞，免錢。這樣子，來，大家都報我的名字。吉良xã冠軍讓亞軍通常是敵對的呀，想說找第3名又不好這樣子。但是邊卡台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都轉了。好。哎，其實你要偏個鬥講未鬥厲害呢。那你阿姐你真緊係做上班族哦。係啊，我係上班族，其實我唔曉煮菜。嚇，看唔出來呢。唔緊，我係阿妹教的。你看。我們右邊是在發電，是不是？對。你看有沒有比較懶惰？啊，做地條啊，我未用兩件數咧。沒啦。啊。唔係我未唔切啊。哦，你學未切，我唔曉切。梗係那裡做醬係嗎？係。梗係我看到蒜頭係用到醬底部係嗎？係。哦。其實蒜頭老鳳梨凍河。真的哦。係，他們是好朋友。魔鬼應該係美就不用。係，鳳梨老蒜頭凍河，凍夾，給好朋友。那有一些就人哋剪麵粉板啊呢。現在有講像個普洱板啊，普洱鍵板啊。哦，哎，應該凍好學呢，因為普洱甜甜的啊。對，可是這個蘸醬就很重要。我那個半支箭頭叉叉的哈。哇，可以咯。哦，哎，凍醬哎，顏色好漂亮哦。而且你沒有用到我們的翻面女神呢。它好輕鬆哦。對啊。那我們這邊很順利了哈。好。好，火溫呢，生意哦哈，幫你。我看下冷水。好。哇，你看，你那片完全不是燒哦。這個火鍋鍋還會變動用哎。脆脆的。但是要炸很久，因為給它水分凍凍。還好哎，其實也不用炸，差不多5分鐘吧。不哦，等一下沒有泡過嗎？泡過。哦，米粉沒有泡過。泡過。哦。全部都係火鍋鍋最尾面炸嚟炒係咪？乾炒一樣嘅嘛。香油。哦，我用油來炒黑飯。油，我以為油要很多呢。哇，用炒金沙嚟放生。我會上台嗎？老師，忍住，忍住。我發現老師一種習慣，就是你想罵人的時候，想要委婉一點就變問句。其實你就是火太大了啦，這樣對不對？我對於金沙的要求很高哎，不能有顆粒感，係嗎？我覺得最主要是要有米頭，有一些是有上色，可是沒有鹹。哦，人家亂拍未做得變落去哈。啊，你要細碗，即係剛剛講條胡椒哦。哦。哎，這邊好香哦！顧總，等一下你會冰落去用它炒哎嘛？哎，那你還要需要什麼調味嗎？胡椒粉。哦，胡椒粉就哎，所以吃起來有點像是椒鹽鹹酥的嗎？蠶豆。那這樣還要炸很久呢。好，可能要泡到不易素素啊。那我們就先過去那邊看一下哦，加油嘍！
哇！姐姐你在偷看什么？我也要看。我看了。哇！哎，冻酱呢？来，高温一点。高一点，它一直在着火。摸佛啊！因为太小火给不会有一些擦擦的。雅玲啊，这应该哈细细个酱啊。不是你看到？对，觉得怎么样？甜酸甜酸。好期待哦。因为是俩，因为煎饼会冻不一样，有。然后夏天搭配一点台式一点点哈，还切啲的哈，酸辣酱。哎呀，酱料淋在上面吗？嘿，好，好，那我们过去蓝队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已经发表在你得奖稿了。长豆类。哎，真的变金黄色喽。没有，見到已經好看。所以機會都會合家，所以家切得合破。對。像你切個我看可以係團爆偏凍哦。有沒有最厲害那蔬菜？手滷菜。手滷菜啊，客家小炒。便當店凍小玉客家炒妞哎。你們是客家在地的那種偏凍店哎。哎，對。哦。那找你的話會合便宜嗎？便宜嘞，免錢。這樣子，來，大家都報我的名字。好，我們就先來倒數了哦。天場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要試試看下最杯面一關，優雅嘅香肉苦瓜編出嘅料理，哪一組較佔到？最關面一關呢，用一個香肉苦瓜來編料理，風吹嘅係花開富貴，來試試看啊！哇哦，這種料調得當好，其實它有趣的地方就是講，你吃東西啊，冇馬虎，可是馬上轉乾，你叫煎糕，加有先湯糕嘅關係，它重點是吃的是一個苦瓜嘅一種乾味啊呢，也都係啊，因為。也是也佛台，對的，就是推佛，對不對？小朋友呢就啱唔啱咪就食落去嘅呢。神馬苦苦的哦，好學的哈。你自己好學掛嗎？唔好誒，唔好。所以你要頭錘又讓你改變嘛想法嗎？對苦瓜就脆脆的，然後好吃，就有吃到苦瓜的顆粒感。韓國cái當歸不用cái醬啊，有一種沙沙這樣的感覺哈。那個軟香甜，然後那個苦瓜那個味道很配，這樣很好吃。小鮮肉講的就是很害羞，等一下我撈幾個輕中吃6本幾個來料理係啊。他們是用現在大家強下來學嚟啊，脆肉哈黃金就叫做學。泡到是凍好看呢。我跟你說冇咁樣誒，雖然講苦瓜哈，給咩泡到講完全變酥脆，可是呢，給保留給一系列口感。我覺得它配的食材配得很好，對，落嘅米粉啊，有落下嘅五布誒吼，然後金沙部分被炒到當香，好食。是的，脆脆啊，安好食。有層次感，香香，有個層次感，好食哦，吼，好食，很下飯。你睇頭菜到底係馬啥嘅想法啊？哪係想法？真勁厲害，因為人家想到苦瓜，你做啲想到嘅好朋友就係鹹卵，咁個鹹卵乜但係鹹甜甜咯，一係豆腐魚嘅香味。然後他想到苦瓜，那就泡到斜斜，一斜斜嘅好朋友係馬啥五布哦，他就慶祝彩體嘅米粉，就是他的想法是很完整的。我到底師傅嘅想法係安樣嘅麼？家家都看佢哋有評分哦。先搶阿炳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我頭上面幾倍啊！哦，大家都看一下阿司令搶本分數。哇！평手，阿炳師傅搶公平。參與自家嘅想法，呢一片哦，可能後摸熟了嘅火候嘅部分啊，後台嘅問題係到米粉，其實米粉該摸炸好，應該係斜斜，從啱呢條係到咧係鍋巴該做感覺係斜斜，後佢摸掌握該係油溫，所以其實都係感覺好硬一啲啲咧，米粉嚟嘅硬哦。傾過去咧，傾過個苦瓜嘅風采去咧，我哋一煎餅嗰時咧凍乾天，我啱未睇，原來用苦瓜用啱啲切絲樣啲吼，下去煎，後要最要通過個苦梅唔會嚼出來，所以對呢個熱天啊，後對身體啊穿益好嘅苦瓜。好，有下部人蛇頂色來公平。今日兩水煮來煮凍好啦，因為個今日煎嘅個餅啊吼，粉有糖噴一絲絲咧，參考一下。
用低筋面粉去煎鸡，会还素一滴滴咧，是迄个腐挂现为满充为一滴滴素素的感觉。今年做的跟你客家人的种植有站得哦哈。我做嘛会不一样呢？因为今年的主轴是腐挂啦，那个腐挂切到整个有功力有啦，金沙没有炒出它的。 这种蜜红跟金沙香气还是存在的，口切煮跟米粉撒落唔好，跟米粉硬硬。18岁就得做到安样样哦，很简单。动强的。好，两组呢都表现到动站的，而且今日成绩已经出来耶，马上出来颁奖喽！耶！好，今日的结果呀，算是两太悬的挑战，成绩已经出来，风吹老六蓝吹都会得到2分。 大票数，2组都是第1名，恭喜！恭喜！现在恭喜风吹得到1000元的加彩金，恭喜！好，咱是咪动强哦？今日咪得到2500块的加彩金。今天比赛呢，其实有一些紧张，因为有没有想说学生哎呀，黑速度做工不用干赛，我大家凭实力，之后表现得很好。 现在睇下上一季，你要不要参加新灯用班？老太太讲一下。我咧厝咧参加咧当好，我唔是个感觉心当好，根本睇一家。已经心情都好。系啊。上头多米。那就怎么个要取到你下当好呀？啊，你上头多米心情就当好啊。雅玲姐呢，要不要参加新灯？老太太讲一下。好，我心目爱阿妹啊，我前两日亲机啊，一30到我讲好，喺学到。 去讲好，叫落去参加。哎，你也困机，哎，心情有不一样了。我见来被动听啦哈。难得的回忆耶，恭喜！谢谢大家，羡慕羡慕。系啊，其实对咱水嘅基隆沙来讲吼，两种天序嘅节目嘅比赛吼，算系小 case 啦。征战沙场，动斗烟咧。 要买个心得做咧老台个分享吗？我是的动斗诶，竟然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。晚冲好那个。因为第一次来参加这种节目，然后一开始就是比较紧张，但后来就慢慢比较放松，就也很享受在这个气氛，然后也很开心这样。基隆他真正动厉害哦，18岁天天哦，是做咧老阿姐吼打乒球，恭喜恭喜！两组今日做的歌系。 某区用嘅石头铺上来，切磋一起来交流，就发现到，哎，有传统的米头没有创新落去，而且创新呢，也没动感，唔会做工很突兀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地方。好，所以看到两片嘅观众朋友很点马嘅呢，大家大天发报名参加哦。我们说，一家之主就带你看下来呀，到毕业大都西喽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